首先，俾我哋花啲時間俾身體安定落嚟，揾一個舒服嘅姿勢。喺做呢個練習嘅時候，你可以合埋眼，又或者俾視線自然咁望住前面，試下放鬆自己個肚同埋膊頭啊。今日我哋會做一個有關呼吸嘅專注練習，去幫助放鬆身心。喺開始之前，可以吸一啖氣，然後慢慢呼出嚟。而家俾呼吸揾返自然嘅節奏，吸氣同埋呼氣。唔需要特登去改變呼吸嘅方式，利用呢段時間留意下身體係點樣呼吸嘅。你可能會感受到空氣通過鼻孔嗰陣嘅氣息，呼吸嘅時候肚或者心口起伏。喺跟住落嚟嘅時間，選擇一個部位嚟觀察呼吸嘅感覺啊。無論你選擇咗乜嘢，都可以專注返喺感受吸氣同埋呼氣。當發現自己分咗心，可以慢慢將注意力擺返喺呼吸上面，留意下呼吸唔同嘅部分啦，吸氣同呼氣嘅分別。你嘅呼吸係咩溫度嘅？你係慢慢嘅深呼吸，定係淺嘅短呼吸呢？觀察下喺一次完整嘅呼吸結束，同埋下一次開始之間，個感覺係點樣嘅？如果你嘅思緒開始飄走，可以數住自己嘅呼吸，喺每次呼氣結束嘅時候，喺心裏面默默咁數住次數，由1數到10啊。
如果數亂咗，可以返返去一嗰度，再重新開始。我哋準備結束今次嘅練習，慢慢將注意力帶返嚟身體上面。你而家感覺點樣？你周圍有冇聲音？皮膚接觸到衫或者係空氣嘅時候，感覺係點樣嘅呢？可以試下喐下你嘅手指同埋腳趾。如果你準備好，而家可以輕輕擘返大對眼，感受下周圍嘅環境。你都可以慢慢坐多陣，俾身心慢慢返嚟。喺跟住落嚟嘅生活裏面，你都可以好似頭先咁樣，花幾秒鐘將注意力放喺呼吸上面，搵返呢個溫和專注嘅感覺。而家我哋用一個深呼吸嚟結束今次嘅專注練習。吸氣，呼氣，然後返返去你嘅生活裏面啦。